來看這個老爸真粗殘，甲5歲後生翕死了後，這個嫌犯呢，伊是毋是被判無期徒刑？目前繼續收押。不過宣判無偌久，家屬就接到伊寄來恐嚇批，講是要甲這情某規家伙仔攏殺死。基隆看守所回應講，被告進前無妨害特殊或者是危害安全的行為，依法是袂當審查伊的本質。也因為這批信看起來真正常，才會甲這批寄出來。目前人已經移到別個看守所了。手提批為看守所寄來，也毋過批中寫內容，所予被害家屬含義真驚嚇。拆開批所寫的攏透露殺機，尤其迄一句一定袂你全作，大有死亡的威脅。被害家屬即期批寄出進前，安怎無檢查？我就覺得，會檢查是必然的，不然如果我是黑道，我寫信給外面朋友商討要逃獄的事情，是超不合理的。還沒發監執行的收容人，都可以目無法紀的做出這樣的事，有哪一位相信他在回歸社會以後不會來傷害我們家的人呢？寫批就是伊捌佇基隆市環保局認一個世間查某人，因為不滿嫁後提出離婚，去年5月用枕頭將5歲後生翕死。今年9月放起訴法院審理了後，今年4月，控以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罪判無期徒刑。目前繼續在亞檢方已經提起上訴，也毋過宣判了後，計還未2個月，被害家屬都收到恐嚇批。為了保障收容人的秘密通訊自由，看守所對於信件的檢查，原則上屬於安全檢查，主要在查看有沒有夾藏違禁物品。基隆看守所說明，相關書信檢查作業攏是依法執行，專案發生進前收容前無妨害特殊也是危害安全行為，依法禁止有先審查文字。其實外交感覺同款有內容越剽限制，除非有事實合理懷疑，受刑人有意想要加害，還是騷擾他人，危害港澳安全，還是脫逃的顧慮等情形，那無是未當審核內容。我們可以跟比如說跟警政單位啊這邊來協助制定他們那個保護安全的計劃，或者是說呢，在心理上呢，我們可以提供他就是心理諮商。失去親人的疼也未平息，即馬閣受到二次傷害，徛在地指方清楚掌握，好被害家屬受到精神壓力甲人身安全威脅，為案發交代，環保協會會繼續提供關懷協助。犯下特殊行為的收容人已經封鎖到土城看守所關押。記者綜合報道。